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南投信义乡的红玉甜桃秋菜交接，尤其是第二村乌乌国地区的甜桃啊，今年大丰收，一拍开这个土地啊，拢是香甜的滋味。郭志龙、严金生金唱布农族歌谣来展现丰收的好心情。脑内底真侪红玉甜桃是一套菜才上成果，所以来爱赶紧分级包装出货，欢迎爱食甜桃的民众会当来注文。甜桃呢，是它脆脆的它的口感就不一样又甜又香吼。信义乡流水溪上部落有哪来哪侪农民种植红玉甜桃，3月尾4月底到5月底，食过的人拢讲赞，销量嘛拢袂歹。红玉甜桃吃起来比较脆，就没有像水蜜桃那么软。郭金龙现今生的郭金园，就伫咧流水溪边，红玉甜桃是发甲真大粒个甜，口感食起来真脆个juicy。有兴趣食看卖的民众，会当来问信义乡公所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